先生早安，您请坐。先生，按坐，请坐。先生，按坐，请坐。早安，我可以向您问路吗？按坐，我做的同门路吗？按坐，我做的同门路吗？没问题，请问您要去哪里呢？没问题，请问你要去哪边呢？没问题，请问你要去哪边呢？我想去东势客家文化园区。我想要去东势客家文化园区。我想要去东势客家文化园区。你怎么想去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呢？你有没有想要去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呢？你有没有想要去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呢？我去过美浓了。我去过美浓嘞。我去过美浓嘞。客家人通常都很努力，客家人大体都懂打拼，客家人大体都懂打拼。东势人是不是也一样呢？东势人很没穷样呢，东势人很没穷样呢。是啊，你有听过？嘿呀，牛塘沟，嘿呀，牛塘沟，吃不下3斤姜，不要嫁大毛铺庄吗？食唔落3斤姜。唔好加太毛鋪裝麼，食唔落3斤姜，唔好加太毛鋪裝麼。那是什麼意思啊？給黑馬個意思呢？給黑馬個意思呢？去看看你就知道。你去行行看看啊，就會知嘞。你去行行看看啊，就會知嘞。您是要從我們市政府這裡過去嗎？唔係要對外頭市政府也未過去，係麼？唔係要對外頭市政府也未過去，係麼？是的。您可以從這裡搭乘152號公車。係呀。好，你做得提也未坐152號公車。係呀。好，你做得提也未坐152號公車。到達豐原的永豐原子廠站，到豐原嘅運豐原子廠站，到豐原嘅運豐原子廠站。下車後轉乘206號公車，下車過後再排206號嘅公車，下車過後再排206號嘅公車，至南平里站下車，到南平里站下車，到南平里站下車，再步行約10分鐘就可以抵達。過行差唔多10分鐘就到位，過行差唔多10分鐘就到位。聽說那裡很有特色是嗎？唐港嗰邊都有特色係麼？唐港嗰邊都有特色係麼？是的，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是東勢火車站舊站改建。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係東勢舊火車頭改建嘅。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係東勢舊火車頭改建嘅，將候車室改裝成陳列室。老候車室改裝做陳列室，老候車室改裝做陳列室，並保留舊車站旅客候車的長條座椅，還保留舊車頭裡客等車嘅床墊板，還保留舊車頭裡客等車嘅床墊板，很值得一看，當吃的看哦，當吃的看哦。哇，感覺很有意思誒！哇，它都有意思哦！哇，它都有意思哦！請問附近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嗎？我再請問附近呢還有乜嘅好料嘅位所嗎？我再請問附近呢還有乜嘅好料嘅位所嗎？你去對地方了。來炒蔬菜嘞。來炒蔬菜嘞。園區後方是東風綠色走廊自行車道，園區後背係東風綠色行廊自行車道。園區後背係東風綠色行廊自行車道，風景很美，還可以眺望遠方客家山城，風景當江，很多的眺望遠方嘅客家山上哦。風景當江，很多的眺望遠方嘅客家山上哦。有空還可以去吃蜘蛛板呢，還有喊啊，很多的黑色辣茄板哦。還有喊啊，很多的黑色辣茄板哦。什麼叫蜘蛛板？乜嘅有人做辣茄板啊？乜嘅有人做辣茄板啊？
去吃吃看就知道了。希斯科纳丘迪雷，希斯科纳丘迪雷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出发。然後呢，給我一下就出發。然後呢，給我一下就出發。請問公車站牌在哪個方向？請問公車站牌喺哪邊？請問公車站牌喺哪邊？來，請您先到市政府正門口。來，請先到市政府正門口。來，請先到市政府正門口。過馬路步行到對面，就是公車站牌。高台路行到對面，就是公車站牌。高台路行到對面，就是公車站牌。我知道了，謝謝你。我哋咧愛吃西哦，我哋咧愛吃西哦。不客氣，玩得愉快。唔是生意，聊到跳哦。唔是生意，聊到跳哦。